来啊，咱来唱歌学乐上主，咱来称赞拯救咱的保护者，就用感谢来到伊的面前，就对伊唱欢喜的歌，因为上主是伟大的上帝，是赢过一切生命的大君王。上主伫伊的圣殿，全地伫伊的面前拢着肃静。上帝是神，敬拜伊的人，就用心灵甲精神敬拜。咱三个来吟圣诗，圣诗第20首，圣爸点天顶。咱三个起立来吟全首。是咱三个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十使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下三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拿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名，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公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即条咱三个。用上帝话来启用，启用文第28篇，记载诗篇118篇。就感谢上主，因为伊至善。愿以色列讲，愿阿伦祭司的家讲。愿所有敬畏上主的人讲，
伫危急的时，我求叫上主。上主甲我同在，我袂惊赢。甲我开公义的门。这个门是上主的门。上帝啊，你有应答我，我要感谢你。起厝师傅气杀的招，这是上主的作为，这是上主所定的日子。上主啊，愿求你，求你解救阮。奉上主的名来的，迄位应该受祝福。着举手机参加庆典。你是我的上帝，我要感谢你。着感谢上主，因为伊至善。这点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愿同心来到伫你的施恩宝座前，愿感谢你伫过去的一礼拜中看顾甲带领，你的恩典教业阮用，你的慈爱日日包围阮，互阮伫生活中不断经历你的同在甲保守。主啊，愿思想你的话语，特别今仔日阮所要领受的真理，迄个最伟大的疼，就是对你来的疼，阿加别的疼。阮承认家己常常欠缺这样的疼。容易用自我做中心，伫言语上、甲行为上伤害别人，嘛忽略了疼的真实甲宝贵。求你光照阮，互阮看见家己的软弱甲过犯，愿意谦卑伫你的面前悔改。求你赦免阮无用疼心讲诚实话。无有凡事忍耐，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毋忘。主啊，求你用你的疼，搁一摆充满阮，互阮活出属你的性命。主啊，阮也要为着阮的国家台湾，向你献上祈祷。伫这个动乱不安、充满纷争甲无确定的世代中，人的心常常互私欲、权力所影响。恳求你，互基督的疼彰显伫台湾这个土地的逐角落，互人的心回转，愿意放落骄傲甲竞争，归向你的真理甲公义，也求你掌权。伫执政者当中，互因存敬畏你的心，行公义、护人民，互台湾这个土地会当伫你的恩典中得到平安、甲稳定。主啊，愿感谢你，通过圣囝主耶稣基督的救赎甲救活，互阮看见。迄个永远不止的疼，既然世上一切这个拢会过去，只有疼是永远存在的。常时，互阮真实的仰望，求你帮助阮，成做军队基督的门徒，互阮不只伫
言语上讲疼，更加伫生活中活出疼。伫家庭、伫教会、伫社会中，成做和平的使者，使我阮警醒谦卑的心，用疼心彼此服侍，荣耀你的圣名。愿你的旨意行伫地上，亲像伫天里。愿一切荣耀、尊贵、权柄，拢归乎你。愿安尼同心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今仔日家庭诗班要用主听我心声，永远伫我心，带领咱大家来敬拜。
其实咱用恭敬的心来恭读上帝话，记载伫新约哥林多前书12章31节到13章13节。12章31节，恁着热切羡慕遐个搁较重要的恩赐。但我甲恁指示一条上好的路。我若会讲人的语言，甚至天使的语言，若无忍耐，我就亲像落地弹、拔地响。我若有传达上帝信息的恩赐，为了解逐款的奥秘，甲逐款的知识，我若有教义的信心，通移山倒海，若无忍耐，我就无路用。我若摕所有的财产去救济，也是献身躯互火烧，若无忍耐，对我拢无利益。忍耐是有宽容，忍耐是慈悲，有忍耐就袂怨妒，袂夸口，袂骄傲，袂做见笑的代志，袂求家己的利益，袂快受气，袂抾恨，袂爱不义，只有爱真理。忍耐会包容一切，对一切有信心，对一切有盼望，对一切有耐心。忍耐永远存在，传达上帝信息的恩赐会结束，讲灵语的恩赐会停止，知识嘛会消失。咱所捌的有限，咱传达上帝信息的恩赐嘛有限。毋过，迄个完全的一个来，迄个有限的就消失。我做囡仔时，讲话亲像囡仔，意见亲像囡仔，想法嘛亲像囡仔。我既然成人，就将囡仔的事拢放下。咱现在亲像照镜在看，模糊无明。将来会面对面看清楚。我现在只有一部分，将来会了解，完全了解，亲像上帝完全了解我。安尼，信、盼望、忍耐这三项继续存在，其中上重要的是忍耐。愿上帝话互咱刻条伫心里，来行，来荣耀伊的圣名。讲到今日早杨牧师所要分享的信息是最伟大的疼，阿甲伯的疼。所以牧长，荣耀的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带领，我咱通今日组织这所在三甲来敬拜，来领受伊的真理的教示。咱今仔所读的这段圣经的圣经节，我想咱拢非常熟。特别牧师若是伫证婚的时阵，拢常常会通过这篇的文章、这篇的记载来讲起听的真理、听的真谛。这段圣经咱真熟，所以这段圣经咱真熟的中间，咱可会当进一步来探讨。特别伫这个字中间，侪侪意思，是咱刻掉心内。咁多前书这张批，大约是使徒保罗伊伫主后65年的时阵所写的一张批信。伊写予当时埃加亚省的圣都哥林多这个城市的教会。当时的哥林多教会，通讲是一个非常繁荣、佮富裕的商业中心。有真侪希腊人，有真侪的罗马人，以及对东方过去到哥林多城，侪这东方人所组织的一个城市。所以当时是遮尔
繁荣富裕的城市，真侪人伫生活中间真骄傲、真奢侈，嘛伫迄个中间，随相对当时的城市甲社会的环境来讲，迄当时的环境通讲啥无啥物种生活道德的伦理啦。咱知影对圣经的中间通看到，伫哥林多迄个城市有真侪的神庙，迄个神庙是做啥物？迄个神庙毋是只有你敬拜、祭拜迄种的礼仪，迄个神庙嘛通讲伫当时伫哥林多人迄个所在行奸淫的所在，有真侪遐个庙子啊，庙的妓女，伫迄个中间，因为通过献祭，所以用即种遮尔负面的礼仪伫迄个中间出现伫因的社会内面，所以迄种的代志、迄种的了解，嘛对当时的哥林多教会的团契，嘛造成真大影响。咱在哥林多教会是使徒保罗伊第二遍旅行传道的时阵所起造的一间教会。伫《使徒行传》第18章内面有记载讲，当时保罗离开雅典城了后，伊来到哥林多城。伊伫咧中间，甲基督徒一对夫妇叫做阿基拉、毕基拉，这两个夫妇，这对翁某伫咧中间，因三角带做伙。若带做伙，因阁做伙工作，因所做的工作拢共款织布平，所以因伫迄个中间，因对做即种的工艺，因非常的熟。因嘛三角彼此伫咧中间做伙住、做伙食，伫咧中间毋若安尼，佮彼此协助。佮较要紧是，伫即个织布平工作的中间，因阁安那传福音。所以是靠家己的双手双脚伫咧中间啊，来维持生活。伫生活的中间，无袂记得因正做一个基督徒的使命，传福音。每礼拜安息日，使徒保罗伊拢会伫会堂的中间来讲道。伊传福音，然予犹太人，伊嘛传予希利尼人，就是咱咧讲的希腊人。后来，咱对圣经看到，因为犹太人毋信。犹太人毋信，伫迄个中间，保罗伊就将伊的方向指向伫外邦人的所在，这是咱对圣经的中间通看到的部分。那使徒保罗伫迄个所在传1年半的时间了后，犹太人开始来攻击保罗，所以保罗伊就离开哥林多。离开哥林多了后，保罗伊伫以弗所迄个所在继续传道理，几冬的时间。3冬的时间，伫以弗所传道理3冬的时间的中间，要结束进前，伊来写一张批，互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大概是伫主后55年到65年的时阵。因为迄当时有一个家庭内面的人叫做这个格莱色，这个厝内人来甲保罗讲保罗啊，哥林多教会有纷争，有扰乱。有侪异端思想走入来。当时的哥林多教会真正是起造伫一个真对落外邦人世界环境迄种的氛围内面。教会嘛未免，特别有侪对第一代入来真做基督徒即种的信徒，伫当时的环境的中间，有当时会分袂清、分袂明，特别是教会侪属灵以及伦理道德的生活的中间。遭遇到问题甲挑战，所以咱对于哥林多前书的批信内面，咱通看到，伫教会当时的中间有甚物种的问题，有分派别。你是保罗派，你是阿波罗派，你是彼得派，我是耶稣党。所以伫安尼中间，咱能看到遐问题一直拢来挑战当时的教会信徒。那安尼，搁有伫道德的败坏中间所拄到的问题，以及教会本身所面对着的挑战。那保罗写哥林多前书这张批中间，伫内容的中间，伊一一来对因提出说明、纠正以及解释。这个问题的答复，一直到伫哥林多前书的12章30节进前，保罗就遮尔济的解释、甲指导以及纠正。所以接续落去就是。伫哥林多前书12章的31节，保罗前讲遮尔济的教导，
所以31节伊开始讲啊，我要甲咱讲什么是上界大的恩赐。对31节开始到13章的第1节到13节，就是保罗伊咧阐明的上界大的恩赐是什么，就是咱常常咧读的圣经听的真谛。那这中间，咱对这段圣经内面要来领受3项有关互咱的启示。这段圣经内面讲到更较大的恩赐，当使徒保罗对革来色的厝内面的人来得到有关哥林多教会因所面对着的纷争甲问题的时阵，伊开始来提出说明、教示甲指导。伊伫12章的31节。伊甲哥林多教会信徒讲：恁着切切羡慕遐个较大的恩赐。我用第一好的路说指示恁。第一好的，咱常常讲的 the best， 上界好。这个第一好是啥物？若看圣经的中间，咱通看到保罗伫遮用恩赐这个字，伊是用 charisma。charisma 这个字是对 charis 就是恩典来。对这字来延伸恩赐这个字，所以恩典是啥物？我常常伫阮的教会甲阮的兄弟姊妹讲，恩典是啥物？恩典是咱不配有的，咱不配啦，总是上帝欢喜互咱的。怜悯的，怜悯就是咱应该爱受的刑罚，却上帝无互咱的。所以伫安尼中间，保罗讲上界大的恩赐。是上帝互咱一个安那咱不配得到的礼物，毋是咱的行为所得这种的结果是安尼，拢毋是，是因为有一个施乐恩典的人，一个施乐恩典的主上帝，恩赐是对遐来，所以咱通伫有所书第4章的11节内面，咱通看到，保罗伊捌提起安尼讲，伊讲伊所赏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有牧师甲先生。伫有所书4章第7节，伊嘛安尼讲，伊讲总是用恩典，互咱逐人是照基督恩赐的分量。恩典对倒位来？对咱的主耶稣基督所赏赐互咱的。当然，咱要继续来问，什么叫做更较大的恩赐？哥林多前书14章第1节到第5节，保罗又针对当时哥林多教会因经过度。在强调讲方言这件代志，讲方言毋是毋好，总是伤过头的中间，伫迄个中间，使徒保罗又提出伊的教导。伫所领受的信仰的中间，伊教示安尼讲，伊讲要求仁爱，要求疼，要求阿加贝，嘛要切切羡慕属伫神的恩赐，搁较要紧的是做先知来传道。因为讲各样的音语的，毋是甲人讲，是甲上帝讲。因为无人会晓听，总是伊有咧讲属神的奥秘。独独做先知来传道的，是甲人讲，来建立、来劝勉、来安慰。讲音语的、讲方言的，是建立家己；做先知传道的，是建立教会。我爱伫恁，拢会讲音语，独独搁较爱是恁做先知来传道，因为讲音语的，若无翻译，互教会得到建立，就做先知来传道的比伊较大。保罗毋是无讲方言的好甲无好即种的比较，毋是，伊是讲的真好，迄是上帝甲灵三甲在对话，总是呢。我搁较爱恁做先知，来讲上帝的真理，传讲人听有的道理。所以对使徒保罗来讲，会讲方言是上帝白白予咱的恩赐，总是爱有人翻译，才会当做语言的沟通，别人听才会明白。还佫做先知来传道理，伫迄个中间啊，会当互教会得到建立。伫咧中间，即个恩赐搁较大。当然，伫安尼中间，咱通来看到，伫上界大的恩赐，使徒保罗已经安尼来讲了。下面咱就继续来领受听的重要性。既然遮尔大的恩赐，
要讲到疼，这个中间咱通看落去，保罗伊伫这段13章第1节到13节的中间，拢伫阐明疼伊的真谛甲伊的意义。哥林多前书13章第1节开始，保罗讲到仁爱，讲到疼，这个字伊所用的每一个字，迄个仁爱也是疼的字，伊拢用阿加贝，咱知影伫英语，还是伫迄个华语的中间，拢讲爱，英语讲 love， 总是伫希腊文的中间有几啊个字，拢在讲疼。有一字叫做 eros， 这个叫做伫肉体情欲中间的疼，这嘛是疼，总是伊属于肉体的疼。有另外一字叫 stigo， 这个字伊伫讲，伊讲起父母甲囝儿中间的疼，上帝甲人中间的疼，人对狗、对猫、对遐的精神迄种的疼，伊用这字来做代表。还有另外一字，咱非常的熟，但定咱咧讲的确是什么的是 philosophy。这个 philo 这字嘛是疼智慧，叫做哲学家，爱智慧哲学家。伫迄个中间 philo 这个字嘛是疼，总是咱看圣经内面，使徒保罗拢无用这个字，使徒保罗用啥？阿加贝。什么叫做阿加贝？阿加贝叫牺牲的疼，一个牺牲的疼是一个完全的疼。耶稣基督牺牲伊的生命，迄就是这种的啦，对所有世间人的疼，这是无通取代啦。这毋是 eros、diago、philos 安尼咱比的，是安怎？是阿加贝才会当讲的。这个疼真有意思。咱若看伫圣经的中间，伫约翰福音21章内面有记载什么？记载耶稣伊死搁活了后，伫迄个中间，伊甲伊的学生，因三个做伙伫迄个早起时做伙食早顿有无？迄段记载中间，后来耶稣甲彼得有伫讲话。主耶稣甲彼得伫对话中间，咱若看圣经伫约翰福音21章15节以后的记载，咱通看到，实际上对当时的彼得来讲，伊非常的见笑。因为伊3摆无认伊的老师，伊惊嘛，伊嘛惊死啊。所以伫迄个中间啊，主耶稣讲啊，你的确假提二老的大声安怎？你要唔认我，你要否认我。这个时阵，耶稣死个活，甲这学生三个做伙食早顿的时，伫迄个中间，彼得伊真正感觉见笑歹势。总是咱通看到，圣经内面敢有记载讲，咱的主耶稣甲伊责备，无呢？咱的耶稣煮早顿，甲因做伙食呢。伫迄个中间，因做伙食的时，咱的主甲彼得讲，约翰的囝西门，你疼我较赢食的吗？咱的主耶稣伊用倒一字疼，咱的主耶稣伊用阿加贝的疼。总是咱看这段圣经的记载中间，咱的主连续几摆甲彼得讲，你疼我吗？几摆？3摆。3摆中间，第1摆、第2摆到第3摆的时阵，咱的主耶稣伊才用 philos 这个字的疼，因为伊甲彼得讲阿加贝疼，彼得听无啊，所以伊不得不来屈家家己来讲，我用 philos 来甲你讲疼，所以伊甲彼得讲，约翰的囝西门，你疼我吗？咱的主伫中间，伊就是用 philos 这个字来甲讲，你有疼我？伫迄个中间，咱看到，咱的主甲讲，你若疼我，饲我的羊啊，饲我的羊啊。这段对话，咱无看到耶稣对彼得的责备，都是耶稣会屈家伊家己，你甲彼得中间对话所讲的字眼，你有疼我？迄个疼，彼得伊了解，因为彼得就是用这个疼伫回应耶稣咧讲的，就是咱的主啊呐，伊屈家家己，亲像伊诚做人的样秀。道成肉体伫世间，诚做咱的朋友，诚做咱的救主共款。虽讲是遮尔细、遮尔微细一个伊的意思，安尼会疼啦定，总是安尼疼，就会当为着咱的主来做光，来做盐，来见证。所以伫安尼中间，人伊
成长的中间，伊会对着伊的年龄、伊的环境、伊的生活、伊的灵命的长进，渐渐进步。这份疼主的心、阿加贝的心，会渐渐伫伊内面成做伊的心。所以后来咱伫彼得的身上，咱通看到，等于后来到写伫彼得后书的中间，彼得前书的中间，伊伫彼得前书第1章第8节的中间，伊就用阿加帕奥这字表示安怎？已经有曾领受到耶稣你讲的，什么叫牺牲的疼？这个疼，圣经安尼甲咱教示讲，恁毋捌看见伊，也疼伊，现今无看见，还佫信伊，就对迄个讲袂出，满满有阳光的欢喜来快乐。咱佫刷落去，看到哥林多前书第13章的第1节到13节的中间，保罗伊来讲出真侪有关疼、阿加贝、仁爱这个字，咱通看出伊咧讲迄个牺牲的疼。伊讲啥物？伊讲我世事会讲人甲天使的言语，若无仁爱，我就诚做响的铜器，弹的喇叭。我毋知弟兄姊妹，咱每一摆听到一段圣经的教导的中间，咱捌想过无？先啊，保罗伫遮用一个响的铜器甲弹的喇叭，伊来讲起有关仁爱，是一个遮尔柔软、遮尔牺牲这种的字眼的对比无？伫当时哥林多迄个时代，特别伫还未互罗马人伫主前146年来拆毁的哥林多市的时阵，迄当时的哥林多城是制造青铜甲黄铜的工具的大城市。伫迄中间，差不多每一条街路中间拢通看到，有人伫迄中间用铜来做什么种的器具工具，所以呐。迄个起起哭哭的声，伫遐讲伫遐对的声，非常的大声。那伫安尼环境的中间，对当时来讲是真真世上的，真侪店面，真侪徛喺伊的一楼，就是安那，伊制作这黄铜甲青铜的公司工厂，所以迄个起起哭哭、起起哭足大声，伫迄个中间啊，整个的城市内面嘛是拢听到迄个声。啊，咱知影保罗甲阿基拉。别句啦，因是做布病的，布病是点点无声的。伊啊天伫遐凉安尼若定，总是说起起哭哭、起哭大声，伫迄个中间啊，整个城市遮尔安怎扰乱。所以伫迄个中间，咱通看到，若要做买卖，安怎搁较大声，赢过伊遐起起哭哭的声，安尼才听有啦。所以伫这中间，咱通看到，使徒保罗用当时的处境来讲。你讲话哪亲像这啥？遮尔大声，你讲话时阵，哪亲像这制铜的这器具工具你用的时阵，起起哭哭、变变变变安尼。你若无听，你若无阿加贝听伫迄个中间，你所咧哭的所造成的这声音，拢是安那噪音啦，人听无啦。所以伫迄个中间，咱通看到，保罗用当时对伊来讲，因非常熟悉的生活的环境。来讲起这个部分，所以伫迄段中间，咱通看到第13章的第2节到13节，整个圣经内面读到，若无忍耐，无一样的文字事是有利益的。所以保罗毋用反面，伊嘛用正面来讲起，听是甚物的教导，好所行、慷慨，拢袂当离开安怎真正的阿加贝。所以伫迄中间，咱看到后来，保罗咧讲一句话，嘛，互咱真着惊。伊讲安那，若献我的身躯互血烧，若无忍耐，共款是安尼。献我的身躯互血烧，咱知影当时罗马皇帝尼禄伫主后64年的时阵，伊放火来烧当时的罗马城。伊烧罗马城，将这个责任挂互甚物人？挂互基督徒，所以基督徒伫这种的境遇的中间开始受到迫害。伫咧迫害中间，对罗马帝国来讲，这拄拄是迫害的开始那点。当时的尼禄皇帝，伊将基督徒掠掉了后，伊的身躯甲燃油擦，甲放伫火中安那烧搁较热啦，火搁较旺啦，用安尼中间来做比赛。
所以伫罗马帝国的历史的中间有记载讲讲这段历史对罗马来讲是叫做较量梵蒂冈这个竞技场上的皇帝赛事，皇帝咧比赛，用安尼咧烧基督徒死来比赛讲我烧较济，还是你烧较济？这是记载伫罗马帝国历史内面。对信徒、对使徒保罗来讲，信徒所领受各种的恩赐，若毋是出于真正的阿加贝牺牲的疼，即使你献身躯也火烧，你若毋是真正完全牺牲的疼，依然是无利益的。两者的恩赐若消失去的时，什么拢无。总是感谢上帝，阿加贝的疼永远徛在。咱伫这个时代，依然同款，心存仰望、信心、疼这三项。特别咱面对着主耶稣临到的时，咱会看见咱所信仰的对象，咱的主。伫迄个中间，咱的仰望嘛已经实现。总是呢，疼阿加贝的特质。上帝的特质，悠然伫上帝甲人的中间，继续伫迄中间伫运行，悠然拢无变，悠然充满伫整个宇宙万米的中间。阿加贝。咱第三，咱继续来领受的是疼的超越性。疼有超越无？疼有超越性。以前有一个国王，伊统治一个无啥物名声的一个小国。这个小国对当时开始嘛已经不可考察，这百姓对倒去煞来嘛毋知影。总是这个小国内面，这个国王，伊的心中有一粒真水价值连城的泉石。这粒泉石伫个当时通讲是侪其他附近的国家的中间拢无，就只有这个小国国王才有。但是中间这个国王伊无当生，伊将伊手内面这条泉石宝石。摕出来伫国家的中间的中心来做电视，电视予当时的人来看。隔壁国的百姓听到安尼的消息，伊嘛对因的国家来到这个所在来看这个泉石，大家拢看到这个物件非常的欢喜。这中间有一天，这个守卫总管大人真紧紧蹦蹦来到伫国王的面前，甲国王报告讲：国王，我甲你讲，惨啊！这个泉石放伫遐，毋知安怎中去逼一个船去啦。对顶到位怎立一魂，有一个魂伫遐，非常歹看，毋知要安怎。我已经派24点钟的守卫伫个所在伫顾嘛是安尼，毋知安怎。国王就听到马上走去甲看伊的泉石，这个看落果然真正是安尼。但伫个中间，国王甲全国的百姓拢心情拢无好。心情确实拢无好，无偌久了，伫咧中间，国王讲将所有咱国内所有也要处理泉石这师傅拢请来，看什么人有才调甲处理好。所有来看过的这处理泉石这师傅，大家拢讲国王无救啊，国王无救啊。佫无偌久了，有一个老师傅，伊走来甲国王讲国王，我来看卖安尼好无？伊甲国王安尼要求，国王讲好，请伊来看。老师傅看了了，伊甲国王讲：国王，交互我处理一礼拜，我就甲牵招起来。国王就听了讲：遐侪人来看拢无才调，你安那竟然甲讲你一礼拜就要完整理好起来。这个老人甲国王讲：这只泉石交互我来处理。国王一个听了讲泉石交互伊，我要惊死，我袂使啊！安尼啦，我伫王宫的内面，用一个空间，互你伫遐来修整这条泉石，安尼好毋好？伫咧中间，老师傅讲好，所以国王伫一礼拜中间，拢提供伊食、大、用、工具所有一切物件，伫咧中间，互伊无甚物种的烦恼，就伫安尼中间，一个礼拜过了非常非常的长，百姓嘛咧等待，国王嘛咧等待，大家伫咧中间拢要等。7日了是什么种的境况？一礼拜要结束啊！这人拢伫遐议论纷纷。
老师嘛出现啊，手的中间用一个真精密的刻啊，将旋照安怎提出来国王看。国王一个看到不得了，惊死啊！比前的形搁较水，比前的旋照搁较水。这个中间，这个老师傅伊确实甲修得好。老师傅有特别的智慧，伊将这个旋照必分的所在，开始搁重新制作，甲用一个花蕊的机，然后边甲绣一寡花，玫瑰花、一寡芳花，伫中间搁一寡刺。所以这个旋照看起来，它有啥物物件无水的，就是比前较水啊！因为顶面有啥物？有花蕊啊，顶面有啥物？青叶啊，所以迄个中间啊，当伊摕出来时阵，大家看拢着惊，连国王嘛咧甲拍炮啊！你实在有够厉害，你会当将这个无完美的物件，甲变甲遮尔完美。国王一个欢喜，就交代讲啊，我将我王国内面一半江山拢互你。这个老师傅甲讲讲国王毋免啦，实在我嘛无做啥物啦。我只不过将这个缺陷的所在来甲变较水，安尼若定。我无做啥物。咱两兄姊妹，这个故事是用提醒咱人因为罪到伫世间，咱生存的空间、时间就是常常伫罪内面。咱每一个人拢无完美，咱每一个人伫生命中间拢有咱侪分遮的所在，是无好的分遮，是留伫咱的记忆上界内面的所在。总是两兄姊妹，上帝阿甲贝，上帝恩典，上帝的疼，会当互咱对安尼的中间来得到投放。财富、权利、权益，袂当互咱得到完美。总是伫迄个中间，上帝伊恩典甲疼，会当互咱伫缺陷的中间，咱自我接纳咱的缺陷，咱接纳咱的本性。总是咱嘛要因为上帝的怜悯，伊无甲咱定罪，伊伫耶稣基督的救赎中间，互咱得到新的生命。咱伫新的生命中间，咱嘛要会记哩，咱的主为咱来调度咱侪上遮的所在，为着要互咱搁较完美。也因为安尼阿加贝的疼，咱嘛爱伫咱的厝边、咱的朋友，以及对侪咱无熟悉的人的中间，咱伫咧中间也有缘来成做亲像老师傅共款，有即种的恩赐，即种的疼，施到伫人的中间。那安尼，咱所有的人，后来拢会变成做完美的旋照，伫咱救主的救赎内面，互咱伫咧中间感谢上帝。咱称呼伊是万王的王，万主的主。咱同心来祈祷。主上帝，阮感谢你，伫你无限的阿加贝的疼内面，阮领受你的祝福。阮是一个有罪的人，徛伫罪的中间。总是阮感谢你，伫阮的缺陷、阮的不足、阮的软弱的中间，你坚强阮，佮赏赐恩典伫阮逐人的身上。这顶好的疼，就是你为着阮牺牲阿加贝的疼。那阮也恳求你，伫阮的软弱的中间，互阮的心能坚强，互阮的心存信、仰望甲疼，互阮伫这个疼的中间来发挥、来展示上帝你对阮的救赎。安尼恳求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这条咱来念回应诗，圣诗379首。愿我话哪听你，我主基督。
即条4月第一主日是教会学校的纪念主日咱今个早有中英中学派戴志文主任，就是要来甲咱请安报告。这时间就交伊。牧师、中集各位兄弟，大家平安。我是中学的校务主任。今仔日真欢喜，代表学校来到咱东门巴克基督教会，大家请安报告。东门教会甲中学有真深真水的这个历史的连接。咱做伙伫上帝引带下面，为着咱台湾的教育甲信仰，持续来拍拼。去年这中学拄庆祝140周年的校庆，就是讲140当前巴克利牧师开办咱长老教的中学校，演变到即马的中学。望用上帝的听甲文典，互信仰甲教育来定根伫咱台湾。这100多年来，校毋但是教导知识，搁较培育出超过200位的牧师。诚做信仰传承重要的摇篮。即摆中英中学伫校长甲咱全体的同仁的努力下面，咱的学生毋但伫成绩顶悬有真好的表现，伫创意、技术甲各项的比赛，拢得到真侪的肯定。校园的福音事工也一直在持续，坚持要互中英中学诚做栽培囡仔信仰甲教育的好所在。这几年来，学校面临着经营上的挑战，不过阮犹原坚持校训的精神，虔诚、勤奋、勇武、服务。阮希望学生毋但会晓读册，也通活出有听、有愿望的生命。而且，我也代表学校诚心来邀请咱大家做伙来关心、支持咱中学的校务的发展。请伫咱祈祷中间来纪念学校。并且透过奉献支持学校的教育事工，请大家鼓励厝邻的青少年选择咱中学来读册、受造就，互咱的少年人会通得到信仰甲知识的栽培。这是学校有准备一段的影片，请咱大家做伙来观看。说，沉睡已久的花蕾不能绽放一季缤纷。谁说，寒冬之后的大地不能展现一片青翠？谁说，曾经受伤的翅膀不能再度自由地飞？我要抬起头，张开双臂，拥抱神所赐的世界。To be free， 自由地飞，在爱中无惧怕，在爱中无伤悲。I want to be free， 不再流泪 ，Because I believe that heaven is here， 我有天堂在我的心。
搁一摆感谢东门北溪的纪念教会长期以来对学校的支持，感谢大家。望上帝平安，甲咱三甲伫地。谢谢。这条咱来奉献，回应上帝的恩典，请咱用甘心乐意的心来奉献。请坐。这点我来报告，请咱看周报的所在这礼拜三4月15咱有查经班这礼拜要查考的是《路加福音》第5章伫咱对面社区中心的加比屋的所在欢迎兄弟做伙来参与这个查考上帝话伫暗时8点过来就是4月第一主日是咱总会所定教会学校的纪念主日拄咱有听见戴志文主任伊的报告恳求咱兄弟三甲来关心支持教会学校的教育事工，嘛继续为着中英中学的需要来代祷甲奉献。第二今年拄好咱教会大礼拜堂的建堂100周年教会有要举办系列的活动其中有一项就是计划要展出用大礼拜堂做主题伫同年度的相片请会友兄弟会当伫即礼拜以前提供你厝内所收藏
同年代，特别是伫主后1980年、民国69年以前，用大礼拜堂做背景的会友的大合照，甲结婚的大合照的相片，来提供予教会来展出。你若起来了后，教会会甲你扫描，立即甲你扫描，就献互你。当咱伫咧安排展出了后，有要进行你所提供的即个相片，甲伊放大，来成做展览的新品。即个活动结束了后，嘛会将即个放大遮个你所提供的相片来送互你，来做纪念。第三就是咱教会101即个展览场，为着要互伊搁较完善，嘛互来提供伊兄弟的作品的展览，嘛会当有真好安全的防护工程啦吼，嘛即个工程已经门面的改善已经完成，嘛邀请咱兄弟会当用行动来支持即个事工，愿主加倍祝福你伫即个事工顶面的疼心。第四就是2025年咱兄弟若完成一档会读上帝话的兄弟吼，你有登记伫办公室遮毋望你会当利用时间到伫办公室来领取你读完一档的圣经的证明甲纪念品。愿主祝福咱各位兄弟，真正伫每一天用上帝话继续来读，有伊的话来引带咱来行头前的道路，继续定睛伫主的话语的顶面。第四过来是教会社福部伫4月26日，迄下晡2点要举办台南东门长老教会大礼拜堂建堂100年的讲座，有特别邀请咱的东门桥李宏基教授要来分享吼。伊的讲题是对苏格兰到福尔摩沙、加尔文中信仰甲台湾伫即摆的讲座当中，李教授要带领咱回顾伫台湾即段100年宣教的历史，探讨信仰怎样透过医疗、教育甲文字为台湾现代化所即个基础吼，邀请咱兄弟将即个时间甲伊留落咱拢会当做伙来听即个分享。即个时手中无有啥物款的新来的兄弟，若是你新来的兄弟，请你去你，阮甲你。迄个今仔日拄好李教授来到伫咱当中甲咱做伙相甲做礼拜，咱伫遮欢迎伊，感谢主吼。嘛感谢今日早为咱带领咱来敬拜讲道的杨牧师，这是咱议员三鼓掌甲欢迎。这是咱三甲来看本周的金句吼。本周的金句就是哥林多前书13章13节。我先读一摆，然后咱做伙来读2摆。安尼信，毋望
仁爱这三项继续存在，其中上重要的是仁爱。咱做伙来过来读两摆，安尼信、望、仁爱这三项继续存在，其中上重要的是仁爱。搁一摆，哥林多前书13章13节。搁一摆，安尼信、望、仁爱这三项继续存在，其中上重要的是仁爱。哥林多前书13章13节。这时，咱来念祝福车建的诗，圣诗399首，愿上主大仁爱。吟诗说，牧师要为咱来祝祷。愿上主大仁爱，引领你心内。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相通带领，甲恁正大家三个地地，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免。请坐，灭倒。